Omega 魚油王同市面普通魚油有咩分別？我覺得好特別就係佢除咗 Omega 3之外咧，佢加咗 K2 同 D3 入去。咁其實咧，佢幫咗鈣質嘅吸收，同時咧，佢係預防啲血管鈣化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其實好多人隨住年齡嘅增長，血管都容易鈣化。咁呢個就係其實可以保住啲血管咧夠靚嘅功效喺度嘅。咁同埋佢都有一啲專利嘅成分啦，我知道佢有3個專利嘅成分喺度去確保嗰個魚油嘅質素啦。呢個其實係非常之好嘅。有獲得認證嗎？佢都有佢嘅認證喺度咯。好多時我哋揀一啲魚油嘅產品，我哋都會透過睇呢一啲認證去幫助我哋，因為其實魚油嘅純度啦，佢有冇啲重金屬嘅成分啦，佢成分夠唔夠好啦，其實呢啲都係好影響個魚油嘅質素同埋佢食嘅效果咯。咁同埋咧，我見到佢咁包含晒咁樣賣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好。有時咧，你喺街嗰度咧，喺香港嘅街度，你有冇見到啲藥房咧，都有啲魚油係擺咗出嚟賣嘅喎。其實魚油咧，佢係怕3樣嘢㗎，怕光、怕熱同埋怕氧氣㗎。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透明嘅玻璃樽，其實太陽成日直射住啲魚油咧，佢個魚油會氧化咗㗎，佢就冇咗嗰個功效㗎啦。咁所以我見到呢個包裝咧，其實茶色嘅包裝咁樣咧，其實就保存個魚油嗰個純度同埋個成分係最好咯。